社区大学大港分校执行长吴茂成表示，甲海尾调用奖推动大庙兴学，今年已经迈入第16档。过去推广各种的乐器音乐班，不过演奏的拢是别人写的歌甲曲。伊伫甲顶学期邀请陈婉玲老师来开办作曲班。经过第一学期的创作，总共完成10几首有关大港新曲的作品。老师陈婉玲表示，虽然这群学员拢不是科班出身，不过教作曲是有方法的。透过基本的乐理，学员会当学到作曲的素养。经过不断的学习，作曲以后就想要写词，因此家己嘛创作一首咱咧写大港的歌，甲学员来勉励。的学员有些是连哆来咪都看不懂，连1、2、3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他们开始学作曲之后，他们以为只要把曲子做好就可以交作业，就可以交差了。可是后来他们发现不对，我还强迫他们要作词。为什么呢？因为一首歌，你曲子做好之后，词也要做出来，而且后来我还强迫他们要把它唱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一首歌的完整的样子，就是有词有曲，有人演唱，还有观众可以听。所以他们在来上作曲课之后，结果变成他们又要作词又要作曲，还要自己演唱，所以变成一首歌可以藉由他们自己一个人独立完成所有的生命的历程。有了老师的勉励，已经做阿公的郑宗胜，分享家己的学习心得。并且发表家己的作品《望大港》，描写故乡歌望会的情景。讲你真厉害，那存妥了后就怀以后。这名或者是叫做寒埔，因拢鱼马草、寒草，所以伊的这个名古名就是叫做寒埔。那要用什么来表现出这首歌的迄个感情呢？我就讲，咱少年的时阵，厝边真散，是大人讲，咱来唱歌到拍起来，能够场面当时来咧开垦大港这时阵，遐人咧散食，甚至生命是。到大汉了后，咱毋能够就伫大家，咱爱去出去外口去发展。毋过虽然去外口发展，去外口拍拼，毋过较受嘛是咱家己的土地、家己的故乡、家己的亲人。安尼，所以我就甲写这首歌，我想出来。有了顶学期的学习创作甲心得，目前第2学期作曲课程会用的讲是满班，总共18位学员，包括老中青3代拢有。顶学期的成果，预计4月16日要伫大港文化中心剧场来发表，欢迎民众索票入场，共同参与在地文化的创作响应，为学员来加油打气。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